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8點半 NC 新聞報道，我係李浩然 Sky。國際青年商會中國香港總會第60屆總會周年大會將於9月27至9月28隆重舉行。今年選址為全新開幕合和酒店，位於灣仔中心地段，鄰近港鐵站 D 出口。一連2日包含多項精彩嘅活動，作為青商嘅一份子，絕對不容錯過。而家不如由我哋攝製團隊帶大家睇下會場內外狀況。仲有唔夠半年，總會周年大會又到啦！今年將會係全新開幕嘅合和酒店舉行，大家有點睇呢？聽講今年 NC 係灣仔度搞喎，如果係嘅話就好啦。咁呢度嘅交通又方便啦，附近有多餐廳、食肆同埋酒吧。我講得㗎係咪？哦，哇咁正嘅！我係香港人，我都未去過合和酒店喎。聽講佢都啱啱開咗，希望NC 快啲到啦。總會周年大會今年選擇合和酒店舉辦，各項活動喺會場唔同地方舉行，當中超過1萬平方英尺水晶廳、4000平方英尺會議室，參加者可以用到最新設備、最新設施，感受到最新體驗。對於舉辦今年總會周年大會抱住積極正面同樂觀嘅態度，籌委會日以繼夜去開會籌備，希望今年有更多嘅新元素同體驗可以俾到參加者。相信參加者數目今年都會有雙位數嘅增幅。負責灣仔一帶嘅酒吧及娛樂設施老闆話，對於今年選址呢個決定相當興奮。好正啊！因為全港都知道㗎啦，JCI Hong Kong China 嘅 member 特別中意 after party 同埋 happy hour， 相信我哋都會 offer 多啲折扣，去吸引多啲人流過嚟啦。現場採訪完畢，交翻俾記者李浩然。唔該，大會更提供附近商場免費泊車車位，供馬上出席 Convention 波人士免費泊車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由 NC 記者李浩然報導。